歡迎嚟到鄰居社會地產，我哋係一間持牌地產代理嘅社會企業，由社工同地產代理團隊負責，當中部分嘅社工更加係有地產牌添㗎。呢個雙重身份可以令到成果相得益彰。事實上，喺2023年成立嘅鄰居社會地產，目的就係想透過房屋配對、代租代管、租賃支援服務，幫助基層租客快速揾到啱心水嘅單位，協助業主安心放租。眾所周知，做租客嘅喺香港揾屋租真係一啲都唔容易，唔係價錢唔啱，就係同業主傾唔埋欄。對於基層人士嚟講，就更加係難上加難。而我哋一班一直關注基層居住需要嘅社工，為咗可以更貼心咁支援，就索性考埋地產代理牌，仲成立咗一間有正式註冊嘅地產代理公司，結合社工同地產代理呢兩方面嘅專業知識，全方位為租客同業主提供支援。其實做租客嘅都係想揾個安樂窩啫，不過有時基層人士佢哋嘅經濟狀況往往會令到業主卻步，就算真係揾到樓，睇樓嗰陣又會擔心間屋本身已經七勞八損，自己又欠缺足夠嘅知識去落決定。所謂上屋搬下屋，唔見一籮穀，佣金、搬運費、買家私，全部都係錢。鄰居可以提供適當嘅協助，幫你減輕搬屋嘅負擔。喺呢幾方面提供適當嘅協助。不過鄰居唔會淨係由租客嘅角度去諗㗎。作為一間專業嘅地產代理，我哋都會關注埋業主嘅需要，好似係點樣可以揾到一啲可靠嘅租客，安心咁準時收租，又或者單位失修嗰陣揾啲咩人去維修，甚至係其他林林總總嘅單位管理同埋放租嘅服務，全部都係鄰居工作同服務嘅範圍。作為一間社企，遇到有經濟困難嘅租客，我哋係會酌情寬減佣金，綜援戶更加係完全免佣。配對唔成功嘅話，我哋係唔會收費，而所有利潤都會撥入服務營運。因為長遠嚟講，我哋係希望可以做到鄰舍互助、樂活安居。